这场比赛，台湾输给委内瑞拉，总教练詹和库伫咧比赛了后表示，其实球队的表现袂歹，先发的黄祖平一个4投球互掌握，拍煞减少串联甲关键的攻击。伊讲失败就是教练会来承担责任。 免钱发乌烟的民间，免费送400支世纪国旗。台湾和委内瑞拉比赛进程，有台湾球迷伫东京巨蛋外靠灯团结。台湾加油！好，在对委内瑞拉的比赛之前呢，其实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台湾球迷，特别从台湾过来东京巨蛋。像画面可以看到，他们就带着这个巨幅的国旗，准备要进场为中华队来大声的应援。也希望球员可以 把这边当成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场，那我希望感染到当地的人，大家一起帮台湾加油，这样。台湾球迷甲东京巨蛋当作主场来乌烟，选手拢感受到啊。只是这场比赛中华队共7支hit度，比委内瑞拉加1支，但是伟国的先发投手，富邦悍将的罗哥和牛平连手送出13个三振。其实整场不是没有机会，其实整场在第4、第5局，我们都有机会。 当然我们没有掌握住，那不过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，你没有掌握住，那别人掌握住的机会，当然就是就会变成是最后的结果。先发pitcher黄祖平是以无想要输的心态起哩，但是唯一一粒7投球，互攻出2分炮，互对手赢。比赛了后，伊讲自己接到这一场在先发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也是抱着不想要输的心态去面对他们。那今天就是 那一颗球被掌握到了，那自己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要再继续努力加油。但是每一场比赛就是尽全力去投每一颗球，为球队做贡献。复赛的第一战输啊，总教练詹和苦讲责任伊来排，但是这场比赛豆豆的整体表现袂歹，明仔载阁是新的一天，咱继续来拍拼。记者日本东京采访报道。